嗨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岳云老师，欢迎来到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母亲节快到了，介绍给大家一首有关于母亲好听的歌曲。来，这是陈雷先生演唱的《妈妈的疗文》哦，这首歌就好听的啦吼。再加上来去 YouTube 呢看一下陈雷先生的 MV 哦，这用伊个胡琴伴奏的，然后实在有够赞的，然后陈雷先生足佩服你的，你唱歌有够好哈啊！这个伴奏嘛是有够赞，这首歌呢词曲都是郭子仪先生的作品啊，真正赞。一定要给恁两个拍拍手，真正赞啊！来，咱来看这首歌啦哈，这是4拍子的歌曲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音高啊，这首歌是 G 大调的，不过我刚刚试了一下 G 哈，我们用 G 来定调的哈。哦，拍摄我唱有一点点低啦，所以我给它升了一个 key 啊。这个是哆西啦啦啦，第一个音是啦哈，哒嗦啦咪瑞。来，我们来打开节奏器，2、3、4，啦嗦啦咪瑞瑞咪瑞哆啦，啦嗦啦咪瑞瑞咪瑞哆啦。来，这个丢一定爱真短，你看伊1/4拍呢，丢出门。丢出门，按头啊！天色袂光，丢出门。这是我唱给大家听啦，示范为着要给大家知影，这个音要较短啦哈，免这样，不用这么硬啊，软一点。天色袂光，丢出门但是要短啊，一定要短哈。来，啦嗦咪嗦哆咪瑞2、3、4。啦嗦咪嗦哆咪瑞2、3、4，加一点点装饰音。替人洗衫又煮饭，衫俩有装饰音，又煮饭，衫又煮饭。替人洗衫又煮饭，2、3、4。替人洗衫又煮饭，2、3、4。哆瑞咪瑞哆，瑞哆啦嗦咪2、3，哆瑞咪瑞哆，瑞哆啦嗦咪2、3。这里有半拍要休息哦。为着厝内的三顿2、3，为着厝内的三顿2、3。咪嗦啦咪瑞哆瑞咪嗦，咪嗦啦咪瑞哆瑞咪嗦。来唱歌词，千辛万苦做饭吞。来再一次，千辛万苦做饭吞。好，来节奏器稍微停一下下，不要干扰大家。吞字呢不好念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吞吞你若读好长长长吼，甲要收尾音，甲第4拍、第3拍，咱们收尾音再来读，甲收尾音吞变成温，这个温不好发温会进鼻子，对不对？会变成有鼻音。那你如果很快就吞，通通进鼻子就不好念。所以呢，岳云老师的这个 pebble 呢，就是我差不多到这里掉第3个音的第3拍的时候，我才变成温还有呢，吞你吞完了这个这个音，牙齿合起来就好。嘴巴、嘴唇不要太合起来，如果你把它通通合起来，就会跑到鼻子用鼻子来出声音就不好发了，就不会比较硬所以你看，我们来唱一下吞，我到这里才温，对不对？就收成尾音温，然后这边呢就剩下鼻音了，但是我的嘴唇不要合起来不要闭口让声音呢也有从嘴巴出来，也有从鼻子出来，就会比较好发。来，再来从这里，千辛万苦做饭吞，
就是这样子哈。来，拉咪哆啦哆啦，瑞咪嗦咪2 3 4，拉咪哆啦哆啦，瑞咪嗦咪2 3 4，梦囝啊，梦囝啊，这里有装饰音。梦囝成龙啊，无小本，梦囝成龙啊，无小本。咪啦嗦嗦哆哆瑞瑞2 3 4，这里有半拍的休息。咪啦嗦嗦哆哆瑞瑞2 3 4，饲囝不教还人问，饲囝不教还人问。同学问我老师为什么要犯人问啊？这些台语啦，还人问就是说会被人家问啊哈，养子不教啊。这是什么？父之过啊！这个如果你的儿子在外面呢为非乱做啊，别人呢就会来指责你啊，就会被人家指责，所以讲会还人问，然后会被人家问啊，被人家指责就对了哈。饲囝不教还人问哈。所以这个不是作奸犯科的那个犯人哈，做坏事的那个犯人，不是还人问啊，这是一句话，就是讲会去互问啦哈，会去我跟你问啊，就是说会被人家指责、指导啦，这样子啦。梦囝成龙啊，无小本，饲囝不教还人问，梦囝有孝。哆瑞咪瑞哆，瑞哆啦嗦咪2 3，哆瑞咪瑞哆，瑞哆啦嗦咪2 3。老师稍等呢，什么代志？梦囝有孝，教圣等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同学，这是一个相反的意思。为什么梦囝有孝？当然希望孩子们要孝顺啊。可是教圣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连吃饭都要算啊，吃了几顿啊？梦囝，我们希望儿子在我吃饭的时候算我几顿，所以嘛，我刚刚说这是一个相反意义的句子。梦囝有孝，可是我的儿子跟我斤斤计较，连吃饭吃了几顿都要算。是这样哦，对嘛？所以这是一个相反的意思。这一句梦囝有孝，当然我们不会希望儿子孝顺我，可是连吃饭都要算，但是孩子就要算，所以这是一个妈妈的心酸啊，妈妈的心酸。我希望孩子对我孝顺，但是我的囡仔不但无对我贴心照顾啊，还含吃饭都爱算顿啊，所以妈妈很心酸。你看，现在妈妈的心酸有无？来，咱唱这首哆瑞咪瑞哆，瑞哆啦嗦咪2 3。哆瑞咪瑞哆，瑞哆啦嗦咪2 3，梦囝有孝，照算长。梦囝有孝，照算长2 3。咪嗦啦咪瑞哆瑞哆啦嗦啦2 3，咪嗦啦咪瑞哆瑞哆啦嗦啦2 3。想在妈妈的心酸，想在妈妈的心酸。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来，我听陈雷先生呢，这里呢读声在声在，然后说唔知影讲，下人会知啦下人会知妈妈的心酸啦所以那我呢，我个人呢，我习惯呢声在，所以你是要像在还是要声在都可以啦，这是文音跟语音的读法都 OK 啦你习惯读什么你就读什么，来我们来。想在妈妈的心酸。好，唱到这里主歌就唱完了，后面就是副歌。副歌就是副歌不长，但是会一直反复。来，我们把主歌连起来给大家一起唱，来给大家复习一下。来，听，1 2 3 4，天色未光就出门，这个要会记要断。替人洗衫又煮饭，
为着厝内的三顿二三，千辛万苦做饭吞。不要闭太紧哦，望惊心凉啊，无小本，饲囝不嫁还人问。望惊有孝照算长二三，谁知妈妈的心酸。好，来，刚刚忘了提醒大家，心是闭口音，要记得闭起来哈。来，我们来看副歌。咪咪嗦啦啦嗦啦，嗦嗦啦瑞咪嗦咪，来。咪咪嗦，两头短，中间长啊！咪咪嗦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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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嗦啦，咪咪嗦啦，啦嗦啦。这个无情要很快，因为这个很短嘛。无情的了阮，来过来。无情的了阮，嗦嗦啦瑞咪嗦瑞咪，嗦嗦啦瑞咪嗦瑞咪，来嗦嗦啦，跟这个无情一样，两边两头短，中间长。嗦嗦啦瑞咪嗦嗦嗦啦瑞咪嗦嗦嗦啦瑞咪嗦，两个音要快啊，要短啊，所以这个 U 就要很短了。一顺又一顺，一顺又一顺，还有这个顺，瑞咪是半拍哦，哈，瑞咪是半拍，不是像这样，这个是这么短。无情的了阮，一顺又一顺，无情的了阮，一顺又一顺。来，还有这个了文呢，哈，那个陈雷先生是唱了魂，天上的云啊，了魂啊，不好意思，粤语我习惯唱了文呐，哈，管你要了文啊，要了魂啊，你才家己注意啦，哈，无情的了阮，一顺又一顺，哆哆哆啦啦，嗦咪瑞咪二三，哆哆哆啦啦，嗦咪瑞咪二三。这个岁月跟年成无同款哦，老师你废话，岁月跟年成无同字，当然嘛无同款，唔是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，岁月头前长。后壁短，这个年成呢平均两个边长对吧？这个嘛是同款，头前长后壁短，这个两个呢平长哈。岁月年成白雪的头毛，所以呢这个岁月跟白雪要像跳房子一下，跳一下，前面长后面短。岁月年成白雪的头毛二三。哆哆哆啦啦，嗦咪瑞咪二三。哆哆哆啦啦，嗦咪瑞咪二三。最关你成白雪的头毛二三，嗦咪瑞瑞，哆瑞咪瑞哆啦啦，嗦咪瑞瑞，哆瑞咪瑞哆啦啦，嗦咪。用尽一生的青春啊，受着汤问；用尽一生的青春啊，受着汤问。咪嗦啦，嗦咪瑞哆啦嗦啦二三，咪嗦啦，嗦咪瑞哆啦嗦啦。来，这里有半拍休息。等待回勇的行儿顺。等待回勇的行儿顺。好，唱到这里呢，我们可以说的已经唱完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唱到这里呢，就看到反复记号，就反复从头又唱。天色未光就出门，一直唱到这。等待回乡的行儿，第二次请唱这里顺二三四一二三。无情的又唱到这里，等待回乡的行儿顺二三四这样这首歌就唱完了，好听不？大家介意这首歌不？欢迎大家到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来给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
岳云会经常的发布好听的歌曲啊，不管是公益、台语啊，甚至于是中国的歌曲啊，来跟大家分享啊，期盼大家呢记得要按赞加分享，拜拜。